我来试看看。10分了，来吧。冷瓜喽，杏瓜对来冷瓜喽。杏瓜对到一换英雄。哎，桂香姐，美女姐来了。对呀，对，我刚刚有吹的。4月9号，新郎说的4月9号，大家把时间留下来。哦，没有了。不到我点名。是啊，是啊。不好意思，那个。来吧，来吧。不管他点名啊。趁我真是小朋友大，还是都要结婚的。你在结婚有什么了不起？你再结婚一次啊！哎，一分钟再走一趟。对啊，下一次啊。来了，那我们就先练那个圣诗308首。看到谁的啊？这首歌我们就从头唱到尾，大家都唱同一个声部，然后只有 tenor 男生那个副歌的地方唱高音部。tenor 的地方就唱高声部，然后连续唱2次，然后之后呢会有间奏，间奏之后呢，那个叶老师会请会众跟我们一起唱这首圣诗，好，就在总共是4遍。我们就间奏一次，间奏2倍，间奏一样。间奏
要每台都很。所以不要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对，而且会比较有那种弹性，比较有弹性，就是有点弹的感觉。稍微有一点这样，大家都来，下次有啊，大家轮流握手。然后台比较很快，光你觉得比较没有力气，比较没有力气，就比较有力气。不一样的，跟刚刚这样就比较好。有声音抬起来，让它有那种空间，不要趴下去，不要把它的震动就声音又闷住了。咱礼拜念要开始吼，请咱将手机仔来静音。今日兄弟平安，咱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
恁就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阿伦的家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伊的慈爱永远伫地。现在起立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全能的爸，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人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勒多任来受苦，定是被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国话，永远的活命。请坐。咱稍个来祈祷，主必听人的爸，阮的上帝，阮的主日的时，到伫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再祈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运行伫即个中间。再祈求你催逼所有凡伫属于你的囝儿，拢会当到伫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再因为阮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阮中间要拄着病痛，拄着困苦的，祈求你施阮保守医治。再祈求你要人要手术的，祈求你保守看顾伊，互有平安的心，有你医治的灵，常常甲伊撒到地地。在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也祈求你，互阮的国家、阮的社会充满疼。再祈求你保守阮，阮感谢你快速的名，阿门。咱过来要请圣乐队来学乐，阮要唱歌来学乐。308首。咱的正式先献起来好无？来，正式先献308首。咱等候干燥了后，咱做过来唱一遍吼，咱可以做伙唱先，先把曲唱出来，咱做伙唱308首吼。我
咱过来讲授上帝话，咱要来读圣经信约，腓立比书2章第1节到第5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所以，若伫基督有甚物劝勉，也是甚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的甚物交通，也是有甚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得为着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基督耶稣的心做心。咱过来要请蔡长老来讲道，小组较激动。各位弟平安，请大家来祈祷。我主，我真感谢你，互阮伫即个天气遮尔的好。所以顶几日非常的寒，总是阮天气真好。我能看到阮所爱的人，阮所敬听的人，大家当组织做伙，做这是遮尔大的福气。做佢哋真正班长照顾，到后勤脚步军啊，我每一个人爱尽愿的力去做上帝你的事工，做讲佢哋圣神降临，摒开阮的心，安慰着阮的心，阮专心来享受主了阮的恩典以及维护，安尼祈祷，奉最后所叫做圣名来求，阿门。今日我非常欢喜吼，我赞美吼，加蔡妈妈，你捌听我讲个顺主长老因太太，阮从细汉阮家基安，拄啊2口走去阮走塔着，一个就是蔡长老因兜，一个是李美亚因兜，阮2个走基安都无走塔着啦吼，基安走塔是正常的啦，啊我共走塔是应该啦吼。都我是无物件人遮去因兜骗冰箱，伊绝对拢摕上好出来就对。啊赞美，甲我讲啊伊着做莫德纳吼，我讲听安尼啥物咧发烧啦。啊，袂当来啦，所以讲我今日看到赵安甲珍珍来，我呀，我毋知影讲蔡妈妈来，蔡妈妈请你徛起来一下好无？我看一下，我若叫蔡妈妈啦，吼，甲我的老母啦，嘿，做这做长老，顺做长老娘，我若叫蔡妈妈，前3票我的妈妈更较听我。我今日看到伊来，我头面讲足实的，我占这个时间，总是我足欢喜的，伊是一个真正信仰的长辈，所做的事工拢是为着上帝国力努力。我当初看咱咧唱歌的时阵吼，阿叔搁烫衫呢，表示要拼。啊，你有唱较大声无啦？有咯。譬如说，今日你搁留一回，啊，我会加2个咧。嘿，这阿琴吼，你也反省一下。顶礼拜无我加2个，这礼拜搁迄个，我真感谢主诶。因为我看咱的周报吼，迄 Java 程式诶语言设计，我本来想讲吼，可能刚德恩兄一个人来尔，结果有一个尔。我本来想讲恁2个人尔，一个你会当教一个，结果22个啦。你毋通袂去真吼，你若去巨匠电脑，迄学迄是偌贵呢？你若真正会晓程式设计的话，你得说讲较歹，你得一技之长，你今日顿饭饭都无头路通食。啊，但是好学无？无好学啦。坦白讲，你若叫我即落已经老年痴呆症来咧学吼，可能学一世人嘛学无。总是有耐心达到教，22个来啊，我家己嘛惊一条呢。我会想想加加1个2个啊，22个感谢主，伫教会要定开始，等一下家说倒写，等一下徛起一个人看一下好无？哇，感谢主，感谢主！无钱的甘愿咧教，我感觉电脑更较好，因为有钱的你有当时也是安尼咧教，无遮用心，伊真正用心咧教，对无？Peter对无？啊，你无讲你甲他比啊，你无讲对。对，伊嘛叫彼得，蔡爸爸叫彼得，我哋讲这样事。那么一个人，咱们开始咱小组，有人就做这一件啊，咱来做幸福小组，咱来做细胞小组，咱来做咱的小组，啊，这教会你爱教会成小组，初代教会嘛是做侪批评的啊。当然，你做小组的时阵。当然有人咧做小组，我安尼小组到打开始，事实无啥物服务打开始，只要用上帝做中心就是小组啦。啥物叫做激动？啥物叫做小组？咱互相详细来了解，啥物叫做激动？啥物叫做小组？今朝了苏太先甲咱讲，教咱哪？凡事毋通激动，毋通咧贪图迄个啥物空空的阳光啦，贪图虚浮的荣耀。
裴德书嘛，跟咱讲，不要分门结党的人呐，你要警惕过一两次，就要去绝他们。你讲你唔通做小组，啊，小组是在愈来愈侪人，啊，但是佮像佮圣经的教导跟圣经的教导又不一样啊。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只要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话，我就在他们中间呐。圣经叫我们要2、3个人以上聚集啊，越聚越多啊。他们说叫我们招万民来，要很多人来啊，怎么又叫我们不能结党？没有错误啊，没有矛盾，一点都没有矛盾。什么叫结党？结党的是贪图那个空的荣冠，就虚无的荣耀，贪图迄个啦，空的眼光啦。那有人讲我到教会里面来，哎，我感觉讲我安尼足无简单的，足厉害，好我安尼偌高咧。阮台南吼，某一间教会啦，嘛袂使讲迄间教会名。迄一人足爱做长老的，啊，但是家族足大的，啊，迄个教会差不多40几个礼拜，啊，迄个家族差不多10几个，啊，所以选长老绝对会调。啊，你要问讲伊倒是对吼，足简单的，去教学头问讲啊，送咧签组啊，伊咧做组头，所以咧长老全部咧做组头。啊，牧师常常嘛叫鼓走，迄牧师家嘛一定袂嗨啊！啊，无多啊，只能叫做丢，这真正啊，真在有无？已经遮侪当啊吼，凡事已经退休啊。迄就是贪图空的眼光啦。所以咱有2款心态啊，这个心态啥？有野心嘛。那有迄个有咧野心，我伫即个教会内底吼，绝对要互大家看到我，拢爱足尊敬我，足崇拜我啊！伫社会我无地位，我慢慢去到一个教会吼。伊摕好的名片是啥物呢？社科理事会的义工，个这名片，佮去甲台南市政府讲，伊叫我作色的，台南市政府请伊演讲讲啥物叫做法律界事务，甲我问讲叫我写句互伊，我讲啊，你既然家己去讲，你家己去要怎讲，随你去讲啊，讲一遍人直接敲电话讲，都毋捌法律，啊，讲捌你，讲捌我都袂就捌法律啊。啊！你捌我，你就要甲请，你也无甲问我啊！我也无咧演讲的人啊！啊，所以相对的啊，有一款是有野心嘛，啊，但是都无能力。好，我一定要做大，小组长若无我就无爱参加。不一定爱听我做小组长，我当要参加这个小组，哎，你莫参加好啊，尽量莫参加。上帝无稀罕，所以讲吼，圣经甲咱讲啥？这人的中间上重要啦。那个虚浮的荣光啊，贪图迄个空的眼光啊。那我这个人是为着上帝咧做工，还是为着家己的荣耀啊？没有讲你看我偌高。咱看教会咧兴旺的时阵，咱欢喜呢。这教会愈来愈大，教会越来越大，我们是高兴诶。哪一个人说这个教会越来越大是不好的？你去谴责他，没有吧？为什么小组你在壮大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批评说，好像你在跟我竞争啊？这个小组怎么越来比我大？我记得我在大观教会的时候，哈，那时候大家几个长老先带小组，我那个小组不晓得怎么搞的，带到最后是50个人，超过50个，你想想看，50个哪一个家庭容得下？就到教会再聚会，我在聚会有的长老就说，你看，哦，哎，大家都在相拼，互相在拼。哦，你也看到有的小组剩2、3个，小组就安尼，已经安尼4、50个。我笑甲讲，上帝若要互我上好是100个，搁一间教会啊，安尼是对不好。看在这做礼拜就分几啊场，啊，就有可能家己分组，无分组，这是上帝家己的意思啊。这上惊的搁一项是安怎呢？有能力，啊，但是就无野心。你有能力通来带小组，你有能力通来做事工，你有能力通来施行，你有能力通来思维，你有能力通来唱圣歌队。但是我都无爱，我都无野心，好，我得了足忝的啊，我都无爱做啊。上惊是有能力无野心的啦。教会内面有无？咱丢了教会真济呢。但咱丢了教会爱反省，咱丢了教会较济咧做礼拜，较少咧服侍礼拜。每一样一咧做礼拜就好。你看到这条图吼？记还毋知送签名，签名啥够歹看。我本来毋知讲，就是安尼。我叫是讲，我著叫我做代理的，我著签一个名，互摕去。原来即个名著是因去刻印啊，报总统府啦。我家己嘛毋知，已经过足久啊。我到顶礼拜才知呢。迄著有人来တင်情，我摕即个图，讲啊，都院长无伫咧啊，你代理。我看讲啊，都遐歹字啊。
我讲你嘛甲我讲即个名，就是要请囡仔的。我当个甲牧师讲啊，谁让他有遮？伊讲无拉倒，反正伊若无伫咧吼，阮自然有叫做屏章吼，就反正家己发出去的。讲伊发到规箱份，应该是规箱以上拢有啊啦。啊，都足侪人拢收到这份公文，名是错综。我家己看看讲，简单来讲，啊是写较歹，啊去甲请囡仔，啊无甲我讲一个，上无我小可写较正宗，啊无，阮太太字足水的呢，啊无阮太太替我写，啊我写较即落。是这边翘，迄边翘，啊个你也反正带个歪歪。我甲讲，我甲伊讲吼，我顶写一遍啊，后边倒落去请伊啦，拜托拜托。我即讲这毋是咧比喻我家己，我是咧讲吼，为着争即个职位，偌济人动用关系。我直日嘛甲伊讲，互恁啦，我都无爱啊。五院无副院长啊，这差不多中华民国开国史，无敢做用3年半，以外无副院长过啦，啊到即日个当我啦，当半无副院长啦，啊都有人都无爱做副院长咧，都拢莫出名就好啊。我都干来当来礼拜堂拜到我全就是准备到你礼拜我当来礼拜，我就足欢喜的啊，啊无法度啊，啊都去互拜托着啊，啊都即话即句你放心啊，后壁你要接着我迄个限的时阵，我来保证迄个名加足好看的哈。无遮歹哈，互恁做纪念尔，早讲为了遮歹名过。那我哥林多的教会啊，这是伊的产，就是尾仔哥林多教会倒去了，剩安尼，你也想看以前，你会当想象以前偌大？足大型的教会呢，哥林多是足兴旺的教会呢。保罗是咧伫说哥林多的时候，是因的骄傲呢，有钱有人，佮足兴旺的。总之，可能有教有一个特色安怎？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阿波罗，我是属基督。分派啦，迄毋是做小组，迄叫做分派哦。错总你属倒一个？我属保罗这边的，我属阿波罗这边的，我属彼得这边的，啊，我属基督，啊，属基督是对的啦。总是啥咯？这才叫做真正激动啦。所以保罗先生吼对。哥林多教会教训，你来看哥林多前书后书，伊是足大的教训呢。因为像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不也歹啦。真来即去，你毋通想讲咱教会人无济吼，好佳哉咱教会无分派呢。有的教会吼，我咧甲笑讲，因学校，因以前的校，咱莫讲名啦吼。5个读书分做2派，啥只就分做，我讲5个尔分做分咱2派。我刚才你冇咧分派啊！最近人事咧调动啊，所以人事咧调动，我咧调动公共的了，随发表呢。因为你也无发表较紧的吼，看到一大堆压力拢来啊。因为迄公务人员一个特色啦，生气啊，就袂落来啊。所以讲，迄政治比足重要的。啊，就逐个安尼足侪关系来的。啊，伊就讲要安怎？我讲袂，咱就悄悄咧，随甲发表人事令。现在大家为着钱这，我这世人冇为着这个钱。伊拢讲我关系足好，背景足好，毋知拢逐个拢第一个拍，不管去法院咧做院长，去咧做厅长，去咧做啥拢第一个，做监委嘛第一个。啊个副院长嘛是去用讲啊，我尾也无安尼尔。啊为什么？上帝是我的背景啊！伊讲我要负啥物人 ？God， 啊无人要相信，干那阮太太相信尔。好，即个人绝对足够应酬的。我伫书界内面吼，千杯不醉，我毋捌醉过，因为我都毋捌啉酒啊。干哦！啊，结果我一喙我嘛无啉着。所以上帝是安怎？咱毋通做激动，上重要，激动甲小组差伫对呢？小组就是看家己是含慢的，看别人是牛的，看别人的自己的短处，而另外一个眼睛什么？看别人的长处。那真正在做小组的人，真正足谦卑的。伊无贪图迄个康康的眼光，他没有贪图那个虚华的荣光，他要的是什么？大家来信主。有一次我去立地那领导，啊，看到因伫来做幸福小组，其实我很感动嘞。他开完他的家庭，让人家做幸福小组。他贪图什么？有没有给你租金？你该住红家嘞，租金。你听你那个住红家，阮报教因吼，我特别甲这条连骨带吼，卡条恁看者，这条连骨带吼有拉条。迄报价因无爱用拉条，啊拉条又低落吼，已经袂设计啦。但是我嘛感觉互恁看一下。你欠我一条连骨带嘿，
我拿条滴落，啊！但是因兜吼足歹，因兜吼特别去到因兜吼，拢准备一大堆物件，好几倒嘅。哦，免坐有影无？好，免坐佫甲叫，上开心诶！佮用2盘啊，我1盘都食袂了，佮用2盘。好，迄物件足好食诶，我实是有够歹心诶，物件伤好食。伊就足讲歹咧，伊都反正都人来，伊就足欢喜诶啊！好，我都安尼准备足济。所以讲，你若捌倒遐，拢去因兜食就好诶，你免烦恼哈，因兜足侪物件。那上帝是安怎？咱每一个人要激动，咱来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什么激动？第我到教会做大就好。好，有当时选长咯，咱教会咧选长咯，大拢都我睇。迄位教会选长咯是偌拼诶呢，还去算票。好，我会记得到某一个教会，我选较悬，啊去咧拄啊第几名。好，差不多得要加，看着我差不多得要。目睭毋来用面的尔，差不多要该教落啊！我讲无互你好无？啊，我票减过安尼，互你比第一安尼，安尼也袂使，你都法度。好，安尼你讲话，都反正伊绝对是甲你动。你伫小话讲东，伊就做你讲西。为着爱做长老。我们选长老，大家都不会拉票吼，很奇怪吼。那个教会选长老是一定要算票呢，还要在选之前还要去计算呢。只有那个蔡崇义根本只有想一句话：不要选我了，拜托了，因为我可能随时会走。相对的，凡事唔通激动，唔通贪图虚华，因刚有看到这间教会无？那看到这间教会，不管你知唔知啦，这是古迹的一间教会，长老教会。3个字的，但是我不讲他的名字。这个我们长老教会最老的长老教会，算是老的啦，算是非常老的长老教会，把我们四圣五列为古迹。这间教会曾经发生什么？发生有人去拿一个布很大，说这个长老专门在结党派，在欺负我们，在性骚扰我们。长老教会哦。然后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人坐在台前，就像我才讲到，有人坐在台前里面抗议，你就不要去礼拜好了，教会这样好吗？那个牧师还能够讲得下吗？我也很佩服哎。要我的话，我就把他踢下去了。这讲台可以给你随便这样乱来，我不管对不对。这间长老教会，如果你们有空上网自己去看，我也不讲哪间教会，你们上网自己去看，是长老教会。不要贪图那个虚华的荣光了。我为了当长老，就是为了控制这些会友，会有什么好控制？你看咱在座进行丢肉，我今日讲在王一楠先生较定来有诶无诶？伊是小有地位的呢，总是伊来这是不是为着讲伊要做出大诶？没有呢。我今日表看到预言有曝光，伊伫4楼有招大家都要分享啊，大家感觉足好。啊，我看会月当做来分享那些失业迄个失婚还是失业这些妇女，你办展览，那个什么就是出于爱嘛。出于爱的就是小组，不出于爱的就是结党啦。出于上帝的是小组，不出于上帝就结党啦。为了自己的荣光的是结党，为了上帝的荣光是小组啦。你讲咱唔通，咱即摆有咧分组吼，啊，咱把组足强的，我这组足没关系，都上帝的意思。我昨天下午这样绕了一下哈，那边有一个中正教会，啊这边有一个敦化教会，啊那边有一个荣兴教会，我们教会旁边就有4间教会。但是感谢主，我们教会看起来好像比较兴旺了一点，我不觉得高兴，我很希望敦化教会非常兴盛，很希望中正教会非常兴盛，当然也希望荣兴教会非常兴盛。我也希望我们教会非常兴盛，所有的奉主耶稣的名，我们都希望他是兴盛的。我们就看到没有？第二个，结党有个特色，就会崇拜个人，个人变成教主啊。哦，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基督教，这个是什么？你们都知道那个标超法师后，看到他都还要跪下呢。我们连圣诞节连点个蜡烛都不能站起来，人家看到是要跪下去。我们看到林牧师好像都没有跪吼，连鞠躬也没有嘞哈。林牧师，你不要难过哈，你要忍耐。但相对的，在教会没有崇拜个人。我再强调一次哈，教会没有崇拜个人，崇拜个人的不是教会，崇拜个人的，你今天说蔡崇义最好，那是侮辱我。你说基督耶稣最好，感谢主。教会一定要
任何人离开，任何人不在，那个教会继续兴盛，继续兴旺，那个才叫教会。你不是说谁离开以后，看教会会不会就衰微下来，都衰迷？那对上帝很不好意思哎。有的牧师一离开以后，就会到会友家四处去讲哦，这个教会啊，丢我老外呀，那会不会？我在想说，你对得起上帝吗？上帝给你训练神学，把你养到这么大，你应该说，我离开这个教会兴盛才对呀。我们看到没有？这是基督教，印度一个基督教，他娶了39个老婆，有94个儿女。他说还要继续再结婚，74岁了，比我年纪还大呢。太太不必紧张，我绝对不会，你放心好了。我在上帝面前讲，我绝对不会，连多一个都不会。那相对的，假基督教之名啊，假信仰之名啊，显个人的私利，那个叫做结党，那个叫做结党。我们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小心哦。东方现在就是全能神教会，就是东方闪电。哇！圣经里面有说，有一个基督来会从东方像闪电一样这样出，之后大陆就跑出一个女人说：“我就是再来的基督。”所以你们看到说基督是否有再来，看到这个你们就要小心。很多是全能神教会哦，他最喜欢抓什么会友？抓我们长老教会的会友啊？为什么？你们相信耶稣了嘛？所以再来的耶稣会再来哦。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但是那个再来是什么？是审判日再来。可是他的再来是什么？已经来了啦！我就是再来的基督啊！所以全能神教会是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一个教会。我们会有之中，有的人看起来啊，如果有全能神教会，他看起来跟我们都一模一样，因为圣经他很熟，然后他就慢慢跟你讲：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呢，道成肉身呢，他就在我们中间呢。山顶可能是你哦，耶稣基督来了哦，怎么可能啊？这种话一定是异端。耶稣基督如果来就是末日，末日的审判才可能耶稣基督来，其他都假的。我们就看到什么文先明，他们还说他是最纯洁的，要跟他发生性关系，还是他要指婚？他指定谢妹兄，你跟你太太结婚，2个，他们有白人跟黑人，他都黄人跟什么，反正随便指婚呐。他说他祷告完之后就大家就这样结婚呢，就大礼堂上结婚呢。所以我们听说某个弟兄最近姓郑的某个弟兄要结婚哦，我不晓得是不是文先明指婚的啊？因为我们结婚哦，我对我太太追了9年呢。结婚是不简单的事情，他是纸上这么一笔的话就结婚，前面你暖了几档，你看他笑。我们都有经过这个恋爱才结婚呢。久安跟那个珍珍结婚的时候，在新生教我还知道呢，我还是半个媒人呢。你们要知道你们生的虽然说小孩是你们自己的但是是我帮你们做媒才有小孩，不要忘记，不是我做媒啦，最起码我有参与一部分。相对的。我们有看到什么？摩门教啊，他说耶稣是先知啊，那耶稣走了以后，轮到我是先知啊。约翰史密斯是先知啊，所以摩门教他用了一个教义吸引人。他说一个人最少可以娶4个啊，如果说是教主的话，可以无限。所以他现在娶27个，已经有150个子女。他说还要继续再娶，这个就不对吧？怎么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男一女，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什么一男多女，圣经告诉我们都是一男一女，他没有结合啊，是一男一女。上帝创造的时候不是创造夏娃的时候，不是创造一堆夏娃，创造一个夏娃。亚当、夏娃，他是这样创造的。现在这个人最可怕，张大卫，他说他是再来的基督，要透过他才可以成为圣洁。还有。我们现在是因为 COVID-19， 大部分都是网络。像网络最发达，你们知道是谁吗？新天地教会，全世界都会争了14万4千个名额，全部都去争新天地教会。它增长的好快啊，因为大家都想成为使徒，成为14万4千个。上帝有讲14万4千个吗？启示录有啊，他指的是犹太人呢。
而且那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启示录到底怎么样？说真的，我就圣经里面对启示录最念不懂的，因为它还未到啊。但相对我们都自己去解释啊。小组有什么特色？我比较快的，我们现在在用小组。小组刚才已经讲说，结党就是为个人，结党是为那个虚浮的荣光，为的侃侃言更。结党不是就是为个人，不是为基督。结党就是在壮大自己的时候，没有顾基督的感受。但是小组它有个特色，第一个要彼此相爱啊，我们才不会落单呐、是不是告诉我们什么？圣经甲咱讲啊，魔鬼看到好西世界，甘愿咧吞食的人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小组？小组人比较少，可以把它紧紧的握住。我们如果教会很大的话，照顾不了。我们要小组去把它紧紧的扣掉啊。所以小组啊，感情会越来越好，这对不对？对呀。小组大家的向心力越来越强，好不好？好啊。你看，就像教会一样啊，教会越来越兴盛，好啊。小组大家起来，我们的小组慢慢的，我们现在有7个小组，加上青年就变成9个小组，慢慢的有的小组会越来越大，有的小组会是原来那个，都是好的，只要你们是敬拜上帝的。但是不要说为了个人哦，有一周哦，那我别讲优为优，我们不要去拉别人的会友，也不要去拉别人的组员，也不要拉别的教会的人来。如果说拉别人的教会来赚到我们教会，这个我觉得上帝不喜欢呐。我们不希望是拉别的教会，当然是你们自己亲戚朋友。就像我今天我看到蔡妈妈来，她是别的教会，我看到珍珠，我看到九王，可是我很高兴，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呐。但相对的，如果他们很多人跟我讲说，督导教会现在人很少啊，中国教会现在人很少，那我们就把他们看他们会有要不要来我们这边做礼拜。我说你千万不要，我们要拉的是什么？慕道友。我们要让慕道友越来越多，我们教会才会越来越兴盛。这个兴盛是真正的兴盛，而不是拉人来的拉别教会的会友的兴盛。那么讨看咱的愿望，但是咱自己兴盛，彼此相爱啦。像最重要的不是彼此关怀而已，而是什么？互相分享生命的极限。你到小组到最后要互相分享你的生命。会互相分享生命才真正的小组。如果结党的话，不会分享生命；结党的话，就会从大甲就会从杀戮千户籍到大甲，然后再从大甲到千户籍回来杀戮，那叫结党。小组的话，就用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地方在付出努力，为这个教会在付出努力。它是真正的小组啊，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啊。结党。你们刚开始我是结党，可是你要悔改，悔改出来什么？让成为一个圣灵的团契呀、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以主为中心呐、我们的小组里面就在查经，我们小组里面就开始在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小组里面在彼此带导。我告诉各位，小组带导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可怕，神非常的祝福。阿们，不要小看哦。这是我真实的体验哦。小组一起的祷告，会让你觉得说神迹真的出现。你自己的祷告当然有力量，可小组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而且那个祷告要凭信心的祷告哦。那个祷告不是说都气话买嘞，祷告看看，搞不好有用。那个是不是信心的祷告？真的信心，上帝会行神迹，会不会？绝对会。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小组。都是因为信心，小组很重要的，彼此相爱，彼此洗脚。所以主耶稣基督受定之前，他做一件什么事情？这几样什么代志？互相洗脚呢？互你互相洗脚呢？互相服侍呢？你要做大的人，爱做小呢？你要做大的人，爱服侍人呢？这到底要服侍人才叫小组才叫团契才叫主的爱。你说我高高在上，我当部长。如果今天有部长在我们这里礼拜你不要把他看部长，你就把他看成我们的会友。做部长要做更多的事情，你部长更多的资源，你要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我做部长，我来这里，你看大家都不招呼我。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部长进来，大家都不招呼他，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当做新的会友来招呼他，而不是说这个部长大家都认识，这个部长来了，部长那有什么大不了？总统来这里做礼拜也是会友。总统、副总统来做礼拜也是会有。有一天，我们那个
那副总统说你在那个教会我去看一次，我说你来做礼拜我欢迎啊，但是你是会友，我不会特别介绍你哦。我的教会里面不给人家，不会上台来致辞，不会讲话，你来就是会友，你来上帝最大，也不会你比较伟大。第二小组是什么？要谦卑服侍啊，高举基督啊。小组如果不是谦卑服侍、高举基督，不是小组啊。所以大家用谦逊的心，爱着顾，唔着顾家己的事，爱顾别人的事啊。小组内底啊，咱即个去想看卖呢。你即礼拜中间有你的小组的组员，你有敲一通电话给伊无？第二礼拜我不是讲大家都加群组吗？我们开始从群组开始，你有没有写个群组跟他们问候一下？我们小组有人哦，可能家庭有一些变故，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你说不会啦，我们的信基督以后全部都会很舒服。我们又不是佛教临时在拜佛教，我们都会遇到苦难。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会遇到苦难啊，可是我给你们平安。主耶稣基督给你们平安呢，所以我们小组很重要，什么要互相关怀啊？我们要用谦卑来服侍啊。什么叫爱与接纳？小组里面不管任何人，我们要真正的对他有爱，我们接纳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有信任感。如果小组让人家没有安全感哦，小组今天有人讲一个秘密，开始出去散步，因兜安怎呢？因囝吼，听讲安怎拄安怎因咧做生意吼，安尼即摆做啊偌歹咧，安尼咧话，那叫做讲因啊话啦，舌头不能这个样子。那个小组里面你听到的，你就是迫切帮他祷告，不要宣扬出去耶。无算到，但是小组的特色诶。然后你关系很融洽，感觉来到小组足快活诶，到小组足快乐诶。你毋通互来到小组的时候，要惊是好，恁的小组来吼，小组会先甲你问过，你圣经你捌无？毋捌，你来参加小组，相对圣经相对读咧。所以那个幸福小组那个杨希如经常讲说，前4个礼拜最好不要讨论到圣经，你慢慢把它带进来，到后4个礼拜才带入圣经。为什么？我们不要让人家怕，要让他觉得他很舒服，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进来啊，让他有盼望。告诉他参加小组，我们帮你祷告，有没有用？有力量，非常的有力量，让他能够敞开他的心，跟你坦诚。但是要取得他信任啊。如果你的小组经常会讲说，那个别的小组经常在讲人家言啊，说人家的闲话。谁敢来参加你的小组？今天跟你讲的话，明天全教会都知道，后天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开玩笑哦。如果我参加小组，我跟你们讲的话，你们一讲出去，明天都是报纸的头条。不要头条了，最起码报纸就会上报。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我生病住院从来不敢讲，因为明天报纸就会出来，记者就会跟你讲某某人住院。你光想想看，那些花篮跟那些来慰问你的吵死人了。生病最怕人家来吵你。如果说你告诉人家有一次我在大湾教会那时候不小心讲出来，我太太带我那个经验，有127个来探望一天。我太太光应付他们到晚上说，我们干脆溜回家好了，2个人博啊逛逛，干脆回家。那医生说还没有见过他弟兄，我们先回家了，你再补开，不敢再住院了。有时候我们的关心反而是人家的负担呢。小组什么？除了表达以后。更重要什么？要知道如何去服侍人，是人哦，是服侍人。所以小组的工作最怎么样？要有互相的勉励，要有爱心的接纳，圣灵里面你们互相交通，慈悲怜悯。我们希望我们的小组非常的壮大，我们是合一的。纵然这个小组很大，这个小组很小，但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因为都是尊主为大。你看这些小组，有的多，有的少。可是看这些小组有个特色，你们注意看没有？都有别名牌，表示说很多人都是不太认识的人，所以他们有的人要贴名牌，蔡崇义啊，大家才会知道我。小组要这样啊，新来的人让他知道是谁。我们教会聚会这么久，除了这些长子以外，你们会友里面真的是互相都认识吗？都能叫得出名字吗？没有呢。那是对的，如果你们会有1000个叫得出名字，那才怪。但是相对的，我们有这些小组里面把它 hold 住，有的很大的组，有的很小的组，它都是服侍上帝，都是好的。
你不要说哇，这一组特别大，这一组特别小，这一组特别大，把它拆开好了，让它不能在一起，否则变成结党。结党是为自己才叫结党啊！我再讲一次，为了虚浮的荣耀，为了成就自己才叫结党啊！让小组壮大是上帝的旨意呀、千万要记住。所以你们啊，为了小组兴盛，你们拼命去拉人，那叫做上帝的旨意。壮大小组是上帝给你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面呢、不是某人的看法如何啊，用人的看法，这个不能啊，这个小组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啊？你这个人太多了，分一些给我们。你会说自己不会其他人，为什么我要分给你？上帝给我这个恩典，我可以找很多人来，但是我的目标是什么？基督爱。我们知道，为了基督，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小组人很多。太棒了！上帝，谢谢你，他们人很多，所以我们有合一的心呐、我们要跟主合一，成为主的一体啊！有一句话，请你们记住哈：信仰就像骑脚踏车。各位有没有骑过脚踏车？脚踏车现在年轻人不太会骑哈。求你干嘛骑卡拉车？你真的不会哦！我真的问到一个不会骑脚踏车的哦。贝叔，你会不会骑脚踏车？你会哦。可见你家比较贫穷，他家比较富裕，都上家家还要开卡拉车。骑脚踏车有个特色，除了特技表演以外，骑脚踏车一定要什么？要一直踏，才不会倒下去，才会平，对不对？所以我们新学生骑脚踏车要每天骑他才会走你不要把它停在那边它会生锈这个就没有用我以前骑了几杯骑到大四我当完兵回去看，还在那边呢，在联合教会那边。最后不晓得什么，咱的车跟他开来车去用清走去更伤久已经无去伊骑2六啦，我骑2杯我2杯你买800万200，我袂去吃，我买一袋200呢，骑出这。所以各位要记住一个人走得很快没有错，但是什么？一个人一起走可以走得很远。什么叫做小组？就互恁做伙行上帝路，当行足远。咱看这两什么人？张雅文你跨年夜，他本来是慈济的代言人的，他跨年夜的时候在美和堂受洗信主林梦莲的后代都信主北港朝天宫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来礼拜的王姊妹，她的公公就是北港朝天宫，那么大甲正堂宫都不知道北港朝天宫去朝圣吗？他那公公一边在盖庙，一边去给赖炳同牧师受洗他的子女全部信主我们教会会慢慢有一个现象慢慢很多人会来信主，然后他们会慢慢说我们交给下一代，下一代可能会全部来信主。我这个把我这个信心，我这个意向，我们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一个影片叫做。来，那个 Peter 跟我念一下英文。你美商公司的美药 ，breakthrough， 对，突破。其实那是从一个那个 Joyce 他写的一个小说说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不可能的突破。这叙事什么？他有一个儿子叫John。那个很喜欢玩耍，他们那边结冰嘛，他们就去冰场玩耍。去冰场玩耍的时候，突然冰破掉了，哇，就沉到下面去，待了16分钟。各位，零下16分钟等捞上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已经僵硬了，送到医院了。医生看看，说连急救都不必急救了，根本不可能有救。他的妈妈赶到现场的时，他这个本来这个 Joyce 的家庭是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们反虔诚非常好的基督教家庭，可是他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是一具尸体医生跟他讲说，实在是没办法了，冰底下16分钟不要说16分钟，搞不好下去就上不来了16分钟才救起来。他妈妈说：“我不相信，上帝就可以给他活。不可能嘛！你看那个线已经一条线了，一直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的一直哭，上帝啊，救我！上帝啊，就这样上帝啊，你都让这样活起来。突然看到那个开始蹦，开始跳，
祷告有用了，祷告有效了，然后赶快回去，拼命来祷告，提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一个人的祷告不够，赶快回去教会，听我的儿子祷告啊，听我的儿子祷告啊，整个教会的人跑出来，对着那个医院啊，拼命祷告，还不够啊，就播放全市的人。整个基督徒全部站出来替我祷告，每个人就拿着一个蜡烛在医院的门口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你的就能够活起来。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小组，他们有小组有5个人，从牧师带领5个人进去，跟他家人就把他手牵着手围起来，一直祷告，主啊，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那时候医生过来，我看你们不要祷告了，他纵然这个有心跳顶多纵然活起来也是植物人，他会受苦一辈子。不要再祷告，我一定要祷告，让上帝他完全看我，一直祷告，拼命祷告3天3夜。终于John 眼睛睁开来，妈妈，我为什么在这里？医生吓一跳说：“这怎么可能？妈妈，我怎么在这里？”所以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他们就把它拍成影片。服饰公司拍成影片也得到奖了，告诉我们祷告的力量啊！你要用小组，用以主为中心，拼命的祷告，有没有力量？有力量。如果你没有小组，我们说祷告，有小组，整个手拉起来，围着拼命祷告，上帝会有 miracle， 上帝一定会行神迹。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小组里面为主你做工。我们不是结党，我们不是贪图虚华的荣耀，我们要的是在为主你的名字，我们来征战。求主你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个路程上都主你的怜悯跟我们同在。我们要赚到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会越来越兴盛。我们不是为了结党，我们不是为了荣光，而是为了荣耀主耶稣你的名。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圣诗498首，498首，再来去平传首。主的好言真道理，人人着的假设，那是有着无计行，就是开花无结子，就在这被所欢喜，就是生死多多的。坚心挂念可救主，真大家好言更义，有给生死的规矩，因爱和平加花叶，因爱的做加良心，温柔节节可重视。大求生死来护送，看化身的落给的，谁敢笑正邦奥秘，专心对主不杀离。谢谢，请人平心来奉献。
将咱起立来吟奉的是。诚济，我来报告，咱有担任事奉的，咱家己来看吼。咱敢若报告，其他的咱家己看啦吼。伫拜三圣母小组的演练哦，7点半开始。咱若有要来参加的7点半，有咱德文兄会来帮忙伫遮吼。啊，伊的资料拢伫即个咱的电脑的顶悬啦吼。若有需要的，咱 copy 转去先看。啊，伫拜三7点半的时会当来遮来参加即个讨论埃及即个乱一拜安尼啦吼。咱的吟上营388首，上营388首吟诗煞，咱请牧师来祝祷。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当阮到伫你的面前时，阮阁看见阮家己。阮虽然是含慢，是软弱，总是只要阮到伫你的面前，你就欢欢喜喜，将你的恩典来祝福，互阮遮的兄弟姊妹拢通伫上帝面前得到即款的大恩。祝阮深深甲你说多谢。打恳求你也欢喜引带阮大家，毋望阮一日一日照住你的教示来行来做，来互你欢喜。打愿主将你的恩点伫阮的内面，互阮一个一个得到主你的恩。阮用安尼感谢甲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
咱来介绍一位啦吼，曹杰子长老啦吼，周长老，我也金啦吼，是我也金，人长教会的长老吼。还是顶礼拜招安甲珍珍来吼，珍珍的妈妈啦吼，珍珍的妈妈，咱欢迎伊。安过来就是小组的时间吼。咱动作较紧的吼，动作较紧的，来，咱来用来先来拜小组吼，咱小组后边道安怎进化，互上帝家己带领。咱小组以后会变化，会记这个拜三，迄个今仔7点半嘛吼，今7点半吼，德恩兄要来甲咱带幸福小组，不勉强哈，但是有时间的人，请咱一同来看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安怎带领吼？7点半，资料拢总有吼，拜三7点半。啊，进来小组啊，大家来做伙吼，大家来做伙小组，慢慢咱小组会进步。啊，咱若小组顶礼拜甲咱讲，咱去尽量去想看，当去找啥物人来。我希望大家小组愈来愈侪人，互相若卡所为着大家来比拼，倒一个组较侪人，这是荣耀上帝。总是毋是为着个人眼光吼，所以来，咱来开始倒下拜好势吼，来咱的小组来，感谢主吼。我感觉教会往正面的发展吼，往正面的发展，嘿，嘿。来，嘿。前吼，咱的小组内底若确实有人提出有啥物爱三体祈祷，咱随天祈祷，啊，总是莫对我不用哦吼。咱先讲的吼，所有小组的代志莫对我不用。哦，比如讲啥物人咧艰苦，咱替来祈祷，总是莫互毋免互别组知，哦，毋免互别组知，哦。啊，后礼拜一准要甲泡咖啡啊，吼。嘿，来，吼。嘿，新年，我们现在4星都还没有输过嘛，哈。你要有信心哦，要祷告哦，要有信心，尤其叫小组帮你们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始，对他们来讲，那大同现在变成苗博雅先当理事长。苗博雅很热心，他们非常热心，他们非常热心。因为我昨天有跟那个你知道姚子珊有没有？
我希望这不是叫做竞争吼，每一组愈救愈侪人，拢是咧荣耀上帝。教会愈来愈大是足好个啊，咱莫去嫉妒别组，咱莫互相多讲啊，倒去做伤侪人，愈来愈侪人，啊，但总是吼，咱莫叫别个做完哈，家己啊，叫目口的迷信者吼，叫目口的迷信者。
咱个小组大家开始，所以我甲大家会室咧吼，咱搁1分钟，特别做食饭的祈祷啊，吼，搁1分钟特别食饭的祈祷吼，所以
食饭的中间，你会使互相都继续开讲啦吼。啊，但是咱1分钟就要食饭的祈祷啊，等于小组结束，啊要续会继续的，啊你当来拍算吼。那个1分钟吼，嘿。哎呦，它里面已经。真实的交叉大家时间吼，咱即先来做食饭的祈祷，先来做食饭的祈祷吼，咱先来做食饭的祈祷。那咱先来做食饭的祈祷，麻烦主，我真感谢你。虽然伫疫情的中间，总是我那个感觉真安全，因为主你是我的保护者，你用天兵天使来保护我每一个人，做可能真正照顾我。我伫小组的中间，主你带我安怎行？阮小组安怎长大？阮小组要安怎真侪人来参加阮的小组？主你圣神引带阮，因为阮为着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为着迄个空的眼光。我们不是为了虚华的荣光，而是为了主你的荣耀。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被享受你所赏赐我们的美食，求你照顾那些为这些事情准备的会友准备的马大姐，让他们在主你的面前蒙恩，加倍的赐福，也照我们的身心灵都有主你的帮助。求你用这些粮食来喂饱我们的身体，也喂饱我们的心灵，让每一个人在主你的面前都成为勇敢的斗士。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咱真多谢吼，今仔是敢若配如技术，甲咱替咱准备的嘛，吼，是不是？哦，有迄个菜头汤，搁贡丸吼，搁贡丸汤啊，搁有米粉吼，搁有米粉，多谢吼。啊，不要紧，咱这阵吼，现在室内可以用餐吼，啊，但是讲话的时候戴口罩哦，这是指挥中心的规定吼，所以可以吃饭没有问题，可以吃饭啊，吃饭可以拿下口罩啊，你要有在条当戴口罩吃饭，我也不反对啦吼。啊，讲话的时候戴口罩，好不好？哈，讲话戴口罩。